大家好，今次會講解2025年 DSE 數學卷2第44題，關於統計標準分。我哋先重溫嘅標準分嘅公式，分子係某人嘅得分減平均數，而分母係標準差。睇一睇題目，某男生及某女生喺數學測驗嘅標準分別為-2及 Z。數學測驗嘅得分嘅標準差為2分。若該男生嘅測驗得分同該女生嘅測驗得分之差為6分，求 Z。睇完題目，我哋用 B 代表男生嘅得分，而 G 代表女生嘅得分，所以我哋用標準分嘅公式就會係 B 減平均數，平均數係冇俾我哋嘅，以 X 巴表示分母係標準差，標準差係2，等於-2。然之後呢，女生嘅標準分就係 G 減 X 巴除以2，女生嘅標準分係 Z。因為題目講咗兩個人嘅得分之差係6，所以我就會做兩樣嘢。左邊係假設男生分數較高，就會將 B 減 X 巴除以2減 G， 減 X 巴除以2就會係-2減 Z。右邊就會係假設女生嘅分數較高，所以 G 減 X 巴除以2減 B 減 X 巴除以2，呢個係 Z 減-2。睇返左邊解方程嘅時候，會留意到我哋有減 X 巴再減-X 巴，所以會抵消咗，我哋就會有 B 減 G 除以2就會-2減 C。B 減 G 就係佢哋兩個分數之差，所以係6。我哋就會有3等於-2減 Z，Z 係-5。右邊當女生嘅分數係較高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計到 G 減 B 就會係 Z 加2，分數之差係6，所以 Z 係1。答案選 A。